好，来继续来看7月初的丹纳斯风台是省长台南的沿海地区，其中7股的西寮里是重灾区，当地有2分之2的徛在厝顶，予风吹掉。当时各界的资源引入，予村民是相当的感动。这届花莲的光复乡受灾，西寮里720个乡亲，寄付将近50万，要来寄付灾区。 7月初，丹南市风台所来，予台南7股区西寮里的灾情惨重，有2/3的厝顶叫吹甲翘起来，厝内阁出大水。当时家家户户干当用帆布盖厝顶遮风遮雨，啊，在后尾3个月来看即摆西寮里。 受灾户的厝顶都已经修理好势，换上新的。灾民讲，当时各家己的斗相共，所以看到这一边的花莲光复乡的灾情。用我的书费，1个月书费5万，我拢爱把玻璃清楚啦。里长带头捐1个月的书费5万，所以伫咧里面咱的群组内底，就开始冇人来捐钱。 有人捐，人加码，上面加码咧。大人1000、2000、几千块，120位村民2天来着种50万，拢是要捐予光复乡的灾区。咱一定要有一点仔回馈，尤其因个比阮遮较食来不够济。你若要靠政府较法度。做会到加减。也要济啦。村民感谢防灾过各界的帮忙，才互因会当重建家园。所以即马嘛要甲这一份温暖传送出去。另外，台南市府嘛来配送副烧水系统的行动洗身躯车。佮准备洗身躯用品，要互灾民和职工适时洗食烧水，继续为重建家园打拼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